讲到耶和华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咱请陈牧师。兄弟大家平安。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，咱互相祝福讲，今年一定是好年。咱来相信，真心的祝福是上帝同在的应允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内聚集，阮来敬拜你。阮要追求上帝你，因为你是一切恩惠的源头。阮是你的囝儿，阮都会到你的厝，阮伫这个所在敬拜你的时，愿你的圣神降临。愿你用你的油亲像雨水，伫春天的时落伫这个土地。祝福今仔日进入你的圣殿的阮的兄弟姊妹，祝福因无搁再邀过欠缺，祝你将平安做定，放伫因的家庭。至圣的天父上帝听阮的恶乐，听阮的祈祷，因为你是赏赐平安的上帝。阮伫你的面前当心自己的事，阮确信新的一年对年头到年底，耶和华阮的上帝你。的确甲阮同行，阮伫你的面前，较无上帝你的恩典甲你的话，恳求你将你的话写伫阮的心头，互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，祈祷我佢所有性命，阿门。新年是咱的教会真要紧的礼拜的开始，新春拢毋是伫礼拜日，但是新春对咱的教会来讲，这个新春的礼拜。是一个咱伫传统上，咱一年要开始进前，来到上帝的面前用祈祷。也这你相信祈祷吗？我知影你拢相信，因为咱的教会过年的祈祷，真做咱的教会一年中间上要紧要出发进前的准备心。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年的新春，咱亲像咱拄则大家互相的请安讲，今年一定是好年。因为咱的上帝年年加添予咱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你用祈祷的心，特别将你的心门向上帝拍开。每一年咱来到新春的时，咱拢料想袂到，今年牧师要送阮什么种的礼物？今年伫祈祷的中间，我要听到牧师安怎甲阮祝福。但是更加要紧是兄弟姊妹，咱带着什么种的脚步甲期待？咱来就近这个听咱祈祷的上帝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今仔圣经讲，耶和华咱的上帝，伊的意思就是赏赐平安。赏赐平安是咱的上帝对伊所听的囝25囝，诚心实意、信息的应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不但是赏赐平安，伊讲到尾境，恁要有愿望。意思就是将来上帝用愿望放伫头前，咱的一生要用着愿望来向前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见咱的上帝通过亚利米甲以色列人所讲的话，今仔日咱亲自听伊讲，我是赏赐平安的上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存着双手讲，主将平安赏赐予我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伫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平安是圣经中间最要紧的应允，伊听起来足平凡，因为就亲像台湾人咧讲食饱未。基督徒咧讲，互相咧讲平安的时阵，有时毋是讲无心无意，毋是，是因为咱太自然，咱会甲咱的身边的人讲平安，就亲像古早人咧讲食饱未。伊看起来是一个真平凡的，但是却是一个上重要的应允甲期待。那安尼圣经中间甲咱讲的平安是什么呢？兄弟姊妹，你敢有了解伫圣经中间所甲你讲的平安是什么？
平安伫圣经中间所讲的，就是一个人当大人，伊的生命心欢喜、心快乐，肉体安然徛起。心欢喜、心快乐，肉体安然徛起。伫你的心内有满足的欢喜，有永远的福气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听你耶稣。耶稣要离开世间进前，要完成伊12个救恩进前，又甲伊的学生几啊摆，常常做伙的事。伊讲一个，伊的学生常常未解真了解。耶稣讲：“我留落我的平安给你。”兄弟姊妹，今日耶稣嘛甲咱讲：新的一年有我的平安甲你同行。新的一年，每一天我的平安要做定，就如一条船伫风涌的中间。若无迄条锚吼，迄条钉，这只船真容易，就四界流，四界漂流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所以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一个，咱互相的祝福就是：愿恁平安，愿咱的囡仔，愿咱的咱的长辈，大大细细，拢享受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赏赐平安的上帝。也这会记日，对新春的所听到的第一节的圣经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第一节的圣经要陪咱到今年的跨年祷告会。今年咱所听到的第一段圣经就是咱的上帝，伊亲自讲的：我的心意、我的意念、我的意思，就是爱我的囝儿、查某囝，大大细细，恁拢生活伫平安的中间。兄弟姊妹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，今仔所读的圣经，伊讲：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是超出所求所想，是人料想未到，是一个意外的平安。咱所期待的是小小，但是上帝所赏赐的是完全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出乎意料的平安，放伫咱的心头。树根若顶有栽，就唔惊树头做风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信仰定根伫上帝的手中。伊讲出乎意料，去年的圣诞节咱所办咱所做伙庆祝所吟的迄条诗歌，做着迄个戏剧，就出乎意料的惊奇，出乎意料的惊喜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上帝手中，有讲袂尽的。出乎意料的奇妙，我咱在咱的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祷告：主啊，我等着看。主啊，我等着看。所听爱的姊妹，愿咱用耐心、用信心，咱来听候上帝伫新的一年，甲咱陪伴的平安，真平安，平安真平凡。真侪时阵，咱咧讲平安的事。并无真心对心中用迄个满足的喜乐，你甲咱的囡仔祝福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平安重要无？陈华姐，平安敢有重要？无论你偌有侪钱吼，你若破病挨病叫母的事，兄弟姊妹，你就知影平安偌重要。所以兄弟姊妹。平安不是用钱买得到的，平安嘛不是因为你的学历，就会自然而然你就拢平安。平安嘛无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悬甲低，平安是圣经中间所讲真要紧的礼物。上帝讲：我将我的平安留落给你。主耶稣讲：我的平安不是这世间的平安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。你敢担着主耶稣所陪伴的这个平安人生的欢喜？反正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每一个人，咱拢找着平安。圣经中间所讲的平安是什么？伫旧约的圣经，伊讲 shalom， 咱真容易翻做平安，但是 shalom 平安这个字伫新约，同款的意思。伊咧讲，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完整，得到丰盛，得到成圣。真正的平安就是我无欠过，真正的平安就是我心内有满足的喜乐，
真正的平安就是我知影，我的人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我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无看悬，无看低，因为我知上帝所予我的没有遗憾。因为咱知影所信的是之最，咱嘛相信，咱伫伊面前所祈祷的，上帝的确听咱的恳求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来领受伊的祝福。拄拄过年前，咱的囡仔有10几个囡仔伫咱的教会过3日的生活。这届的夏令营对因来讲，我相信是一个最重要的开始。牧师真的很高兴看到你们用一种敬虔的心来追求你们的信仰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如果你的囡仔拄拄就是这群囡仔的中间的一个，我要跟你讲，恁的家庭有福气，因为今年的夏令营，咱的囡仔因深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有一个囡仔讲，我过去足惊安静。所以我真爱甲人讲话，我嘛若拢足安静的，我会受不了，会惊。有的囡仔讲，我以前足惊家己一个人独处，但是即届伫灵修会是咱的囡仔，因将伊的心门拍开，因发现原来安静遮尔重要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因为当上帝的圣神踮伫咱内底，咱的心得到平安的时，咱的生命要无同款。满足的人无容易嫉妒，满足的人伊好亲像无感觉有欠缺。平安的人无容易受气，平安的人心内无惊吓，心内互主的疼踮伫你的生命内底的人，伊自然而然，伊的人际关系就充满温柔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平安所带来就是满足，就是幸福，就是被爱。请听耶稣所讲的话，伊讲：我老了，我会平安给你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我要甲恁回息的，因为今年教会无甲恁准备丧葬。哟哈，牧师今年无哦。我甲恁讲坦白，我已经想11年啊，想到今年我真正想无要送恁什么物件。啊，我有找到，但是安怎设计都设计没有那个美感，所以我就决定讲啊，就干脆卖送啊。兄弟姊妹，恁唔通背后骂牧师，恁爱带着更多的渴慕的心祷告。安尼牧师可能就有感动，明年就有灵感，所以明年恁来做礼拜时，恁就会当得到心中所期待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今年虽然没有胸章，但是牧师要邀请恁做一个祈祷。当你贴着你的手，贴着你的心的时候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平安比胸章更加好。主你将平安放伫我的心头。这个字就是告我的主耶稣，伊要无论伊要定是物件进前，甲伊定是物告我以后，伊拢讲愿恁平安。我的平安不是这世间的平安，我的平安是超越死亡甲告我的平安。这个平安甲沙龙共字，伫希腊文叫做 Irene， 啊，伫希腊语、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。这个字第一个意思叫做平安，第二个叫做和谐。和谐是什么意思？和谐就是讲，无论我的心境，无论我的环境，无论我的心境，无论我的环境，伊拢无冲突，伊拢无攻击，是一个充满平安的坚固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所赏赐恁的家庭有和谐。愿恁伫工作的职场，上帝嘛赏赐和谐。愿恁伫学校的同学，彼此中间嘛有和谐。愿伫要上帝将这个新的次序、新的特殊，放伫恁的家庭，放伫恁的职场。幸福伊足要紧的意思，伫旧约
伊除了和谐以外，伊咧讲的就是幸福甲健康，有足多元的、真多元的意思。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其中的延伸的一个意思，就是咧讲起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完全。我喺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。我既然也长大成人，我就放了囡仔时阵迄种的言行举止，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。阮看见我甲陈牧师伫这3天的中间，阮全程甲这囡仔做伙。这囡仔对这时到暗时，甚至最后一暗因伫礼拜堂内底遮过暝。我想比伫恁兜咧困更较舒服。一个囡仔讲，我伫阮兜咧困的时候，有当时看到奇奇怪怪，有时我暗时会惊。但是足奇怪，咱来到教会一困去，哇！一觉到天亮。愿天父上帝圣心不但踮伫咱的礼拜堂，嘛踮伫恁的家庭；不但踮伫礼拜堂，嘛踮伫恁每一个人内心深处。愿主将伊的平安放伫恁的内底。对今仔日开始到明年的新春，咱个3见面。愿上帝互恁穿平安的鞋。今年牧师无做这个丧葬的事，恁倒去冰。有一年咱的教会做是双鞋啊，有无？恁敢有摕到？若摕无到，恁来找牧师，我来敲看卖，敢有遐库存？伊讲穿平安的鞋，奉主耶稣的名祝福恁每一个人。上帝将这个平安的鞋穿伫恁的脚上，每一天、每一脚步、每一个坎站，恁所拄着、所咧努力跑走的人生的目标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平安赏赐予咱。兄弟姊妹，请听今仔的圣经新约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，伊讲无伫看路，常常祈祷、恳求、感谢。将恁所需要的甲上帝讲，新春的礼拜唔是干那礼拜尔，新春的礼拜对咱的教会内底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祷告。新春的礼拜对咱的教会来讲是用祈祷最重心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，伊讲无伫看路，讲主啊，我都熬操烦，无法度。有个人出世改成伊的名，就是带着操烦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将这个烦恼，兄弟姊妹好唔好？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将这个烦恼就放伫你的手中。咱台湾人有一个风俗吼，我袂晓形容，因为我毋捌看过，阮的家族是新做家族。查某囝若要嫁出去吼，要离开大门的进前，哦，对方拢会要求伊毋知放落啥物货。你敢有看过迄个风俗？扇子，迄是一种风俗，就是讲对于这个家庭大汉，对今仔开始，哦，我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，一个新的开始，好亲像一个告别，但是嘛是放落一寡过去迄种的牵绊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学习。将一寡阻挡我快乐的，我要将伊放落伫这个世间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推举我的双手，对上帝，你来领受你的平安、喜乐，甲你的祝福。但是牧师要邀请恁祈祷，无要亲像往年一个家庭一个家庭，我要邀请咱加做一个大家庭，咱等一个伸出咱的手，啊！伫上帝的面前。该放落的咱就放落，该得到的咱就得到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无你看路常常祈祷感谢，将咱心中所爱，咱来讲互咱的上帝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伫新春足要紧重视的，就是出我的囡仔、出我的亲人，咱拢要得到这个所在，毋是食29暝的年夜饭。是做伙起祈祷的这段，愿咱的教会祈祷的这段永远无冷淡。上帝赏赐咱伫新春的祈祷，加做咱一生中间
所确信的。新约旧约今仔日的圣经拢有祈祷这段话。耶利米书第29章12节，伊讲：恁就爱求叫我，祈祷我，我就要应允恁。或者你相信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听候要祝福你吗？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带着脚步，认真。咱甲主讲：是，我知，你早到天光之前，你就伫你的圣殿咧听候我。今仔日来敬拜你。伊讲：吹就吹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愿天父上帝恩咱拍开恩典的门。今仔日礼拜的金句是代笔的祈祷。伊讲：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摆在我的面前。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，我常常敬拜上帝。敬奉耶和华这个字，伫旧约的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礼拜。我常常敬拜我的上帝，伊就伫我的正边，就亲像爸爸坐伫我的边啊。我咧做礼拜的时，伊有时真疼惜我，伊看我无专心，伊就伸出伊的手，甲我的手掂咧，小看，暗示我，毋通拄久。伊看到我好亲像心中有郁卒，伊会甲我抹咧。伫迄个中间，我毋免讲话，我知影爸爸咧陪伴我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代表伊所感受到的幸福。兄弟姊妹，顶礼拜即个礼拜，牧师所讲到的诗篇第1篇第1节，第一句话你也会记吗？恁敢也会记得？顶礼拜诗篇第1篇第1节第一句。阿夏会记无？有福气的人，兄弟姊妹，愿你毋是干那会记得迄个故事，阿夏迄个故事，愿你会记得，敬奉耶和华的人是有福气的人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心欢喜，心快乐，肉体安然徛起。佫有代表讲，你要将活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兄弟姊妹，会晓生囝。都爱会晓教囝，恁有囡仔伫恁的家庭中间，恁若袂晓教不要紧，毋免烦恼，毋免看路。但系你的囡仔带来上帝的面前，上帝自然就会甲伊教。你相信吗？无人结婚了后都要做爸母，常常知道爸母心是啥物时阵开始。咱开始养育囡仔的时候，咱知影讲，过去爸母是偌尔辛苦，对无？无人结婚就会晓做爸母，但是做中学，我那做，我那学，更较重要，就是甲囡仔看好调，伫恁的生活，伫恁的人生的中间，做伙敬拜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。第二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第一。用你的心来体会老爸的心。今日圣经讲我的意思，这句话中间咧讲起，基督徒需要明白，咱的爸爸不是一个暴君，咱的爸爸不是一个家暴的爸爸，咱的爸爸不是一个真严苛的爸爸。咱的爸爸的心思意念是爱恁平安，佮伫将来有愿望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这个意思伫圣经中间足要紧。今日所读的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，伊讲我的意思。佮有另外一节的圣经伫以赛亚的中间，伊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，恁会记无？迄个字同款，我的意念，我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讲我的计划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有一个计划吗？你敢愿意你的人生？是上帝甲你预备有一本真水的剧本。这礼拜伫冬令营的中间，牧师甲恁的囡仔做伙做一个祈祷。我邀请恁的囡仔为着因的将来，甲上帝讨。主啊，求你赏赐我生命的剧本。主将你的计划，伫我的身躯顶悬的计划，
主啊，求你赏赐我一本剧本。咱来到教会，毋是干那听牧师的责备，毋是干那听这个圣经真严格严肃对咱的道德的要求安尼尔，毋是。咱伫上帝的圣殿内底，上要紧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就是智慧的开端。人是至圣者，便是聪明。这就是伫上帝的手中得到生命的剧本。伫咧祈祷的中间，我有教恁的囡仔安尼讲：主啊，我将这个剧本就贴在我的心上。主将你的计划写伫我的生命内底，将你的计划写伫我的心思意念内底。主将你的计划写伫我的思想的内底。主啊，亲像你用你的指头啊，写10句话交予摩西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今仔来经验这种的祈祷吗？你讲牧师，我的囡仔有机会通为着伊的人生的剧本认真祷告。今仔新春的礼拜，敢会当嘛带阮为着我的一生中间，我的生命的剧本，安静的聆听等候。兄弟姊妹，求就互咱，咱来甲上帝讨，上帝要将这个伊的计划，意思这个字本身上要紧的意思就是筹划、计划，佮有想象力。上帝用伊的想象力，上帝用这个想象力变作计划，然后上帝就讲：没有光就有光。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所在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：主求你用你的道路改变我的道路，用你的意思改变我的意思。兄弟姊妹，愿恁深深受祝福。恁手所做的工无空空，愿恁对少年到年老所拍拼的事业，上帝将伊的恩惠、伊的计划、伊的念头，迄个想象力，放伫恁的智慧的内底，然后恁忽然要灵机一动，你讲主啊，我知影。你要带我去什么所在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的上帝所予咱的，毋是干那平安尔。第一个祈祷牧师邀请恁甲上帝讨讲，上帝是一个赏赐平安的上帝。第二，上帝是一个赏赐恩望的上帝。请注意最后这句话：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伫去年的圣诞节，牧师有甲恁讲到恩望是什么？恩望伫这个字足水的字，伫旧约的圣经，恩望这个字原文对犹太人来讲，就是一条绳啊。这条绳的顶端就是上帝预备的盼望。我若给我调，恩望就来。个另外一个意思，恩望伫旧约的圣经这个字叫做期待。就是我伫妈妈的腹肚内，是我成长的第一个瞬间，就是我这条绳、这条脐带的绳索，是生命盼望的源头。我的妈妈将伊的生命赏赐给我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你甲上帝中间这条绳，慈神爱索，是绑有条的吗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讲：我的囝子，我为你准备一个，是你连想都想袂到，你从来捌看见，从来捌听见，奇妙无比。愿天父上帝是新春的中间赏赐予咱。tikva 就是这个恩望。咱原文的意思伫希腊语典观，伊真正的意思就是用绳子绑住盼望，救恩之所，生命的期待。愿天父上帝通过咱敬奉耶和华，敬奉这条绳，敬畏上帝这种的心，就成做咱受祝福的开始。会记得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亲自甲恁讲的话，恁就求我专心祈祷，常常祷告。
常常祷告。兄弟姊妹，祈祷就是咱生命改变迄支锁匙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追求上帝，因为主讲，我就要应答恁的祈祷，我就要应答你的祈祷。咱的上帝是一个赏赐恶梦的上帝。在今年的灵修会中间，牧师突然有这个感动，就带恁的囡仔为了生命的剧本祷告。今仔日牧师嘛要请恁，要邀请恁，为着恁的生命将来要行的路，恁甲主祷讲，主赏赐我一份生命的剧本。也这，你有什么期待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你为我必办的盼望是什么？是没有人能够强取豪夺。你所给我满足的喜乐、盼望，是这个世间别当甲我抢夺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所赏赐恁的平安，是一个天上来的平安，是摆在前头的平安，是一个更美的盼望，是一个满足的喜乐。这拢写伫圣经的内底，不是牧师发明想象出来的，是圣经的应允。最后，保罗讲，有真多伫讲道中间我讲不了的话，就是你们的生命要有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信实可敬、公义、清洁、可爱，让人羡慕的好名声。伫圣经中间所写一切上帝的性情甲上帝的本性，咱的上帝讲，恁都要常常每日三思，天天思想神的话语。新年快乐！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听到主你的话，阮恭敬恳求你，继续对阮讲话。阮要用诗歌来陪伴，阮要准备来向你恳求，求你点伫我的内心，直到世间的路尾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